台南市南区今年总共有6个社区营造点，包括金华、国体、松安、白雪、甲文安社区，以及原里文史协会，成功得到市府文化局的提案补助。其中金华社区以着成人工棚，提供男性来学习展现主者，甲着木工顶手艺，而且参与者平均的年龄75岁，相当有特色。这是咱今年文化局的一个成果了哈。咱要做文化局这个活动、这个计划咱就提出要互一寡老人甲做起来物件会当含囡仔做伙佚佗。这个子孙咱会当互相来佚佗来耍的这个玩具。咱请这个专业的这个木工师傅来甲咱指导。这材料拢由咱社区这边来准备，互咱的社区的这个长辈来开始来操作做好的成果甲含这迄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也是讲因兜的孙做伙来使用，来耍安尼感觉提升因这个生活的趣味啊。南区区公所今年以着南风荟萃，找出南区的滋味为主题。2号上午，伫个水高社文化园区举办社区营造的新歌展，现场包括民政局长江玲煌、议员林美燕、周丽珍，以及多位里长拢到场。现场邀请到青年、银发甲儿童的表演，就连区长肖秀华甲着多位的里长，嘛拢同齐甲银发族来载歌载舞，场面热烈。南区办理社区成果展，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了。那这14年来，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里长全力的支持跟配合我们，社区营造这个工作。那其实社区营造这个工作，就是主要要从地方做起。那透过地方来营造社区，让我们的南区可以越来越好哈。那今年参加的有6个社区，包括我们的白雪、松安、文南，还有文史工作室，以及国仔，还有金华6个社区哈。那其实这6个社区从年度一开始，我们就提报计划到文化局去申请，那到核定下来，我们执行。今天的一个成果呈现，那未来我们希望，里内有更多的社区，或者是说我们的里办公室能够一起来加入这个社区营造，让我们的南区在社区营造这个部分做得越来越好哈。现场除了各社区推出的新歌展，亲像白雪社区言之有物，将社区的文化资源调查，甲着在地故事探索，转化成经验来分享给大家。以及在地水高社民德里嘛推出贯穿的美食口袋饼，提供民众无同款的美食享宴。今天我们明德社区所展现的是叫做口袋饼。那口袋饼的原料呢，一定要把我们原来眷村的烧饼，把它放进来，才是一个道地的眷村口味。那内容呢，我们有放入到我们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最养生的洋葱。小黄瓜、番茄，这些呢，还有当然最重要它一个红烧肉，那个肉呢也是我们眷村道地的口味，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创意的口袋饼，有别于市面上那种披萨那种饼皮是不一样的。这场南区社区营造新歌展对现场的展示，不管是手工艺品或者是饮食，拢充分展现在地特色。现场主办单位还佫提供免费的兑换券，让民众会用一边看表演，一边来品尝美食，借此凝聚社区的特色，甲着民众的参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